大家好，我是孟欣老师。大家注意，运动对人的身体非常的重要。故说，今日孟欣老师会带大家来从乡下跳舞，乡下跳一只尊巴的有氧舞蹈。在开始之前呢，我们要先来做暖身动作。第一个动作，赛跑热身，老娘的大腿抬起来，用下来，稳脚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第二张动作是弓箭步侧边呢，人家底下停留5秒钟，5、4、3、2、1，稳片上，同样5秒钟，5、4、3、2、1，非常好。接下来，人家就要前后的弓箭步。記得咯，人家就會腳趾頭哦，會側側往下，聽到呀？1、2、3、4、5，穩片上。1、2、3、4、5，接下來，人家就要留後背一隻腳傳出來。停留，同樣係5秒鐘。5、4、3、2、1，穩片上。5、4、3、2、1，非常好。最後一張暖身動作，同樣係弓箭步，手往上伸直。3秒鐘，3、2、1，非常好。穩片上，3、2、1，非常好。接下來，人家就要配音樂來跳動態暖身動作。準備咯，1，墊腳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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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、6，穩片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改動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加上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稳片上。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加松树。改動。大家就表現得當好哦。接下來，人家就會正式進入尊巴有氧舞蹈。接下來，人家就又要繼續來跳尊巴有氧的運動哦。還記得崇拜的運動係乜嘅冇？人家就來複習一下。崇拜運動係
左右追步。我们来复习一下，准备咯。1、2、3，加松后退前进，再一摆。1、2、3，后退前进。3、2、3，后退前进。4、2、3，后退前进。加松数哦，准备开始。1、2、3，后退前进。1、2、3，后退前进。3、2、3，后退前进。4、2、3，后退前进。我记得咯，跳跃动作的时候咧，我要保持呼吸。接下来继续复习咯，准备1、2、3，后退前进，加转前5、6、7、8，本片上1、2、3，后退前进转圈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，后退前进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，后退前进5、6、7、8，加一刀哦，准备咯，预备，开始，1、2、3，后退前进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，后退前进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，后退前进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，后退前进5、6、7、8。现在动作呢速度比较快，鼓手咧你会练熟来，才会配上音乐哦。接下来，今日我新的课程是强用去追步，要在追步的步伐我练熟来。接下来，人家就会做一些速谱的编法，准备咯。1、2、3，数伫旁边，后退的时候数存起来，3、4，本片上1、2、3，后退前进，再来3、2、3，后退前进，4、2、3，后退前进，再一摆哦，准备咯，5、6，开始，1、2、3，后退前进，1、2、3，后退前进，3、2、3，后退前进，4、2、3，后退前进。注意哦，安尼数卡起来的时候咧，我要伫人个耳弓旁边，总唔得弯弯，我存出来。看清楚哦，后退的时候呢，人家就会数存出来，伫旁边，腕片上强用旁边，数尽量向上面延伸。再一摆哦，向上面延伸的时候呢，你的肚子就会吸气，吸气往上之后就会后退，手继续往上延伸。准备咯，预备，开始，1、2、3，后退前进，1、2、3，后退前进，3、2、3，后退前进，4、2、3，后退前进。非常好，还记得冇？上一摆的动作有转前呢，转前的时候咧，你同样要把数卡起来，向下来做哦。1、2、3，后退前进。接下来，人家就要转前呢，转前的时候咧，数一前一后转前3、4，到后面背手，稳一片，1、2、3。后退前进，同样数一前一后转前背手，下一步3、2、3，后退前进，数一前一后转前手背后面4、2、3，后退前进转前手背后面
迄毋迄动简单咧？大家准备有遐尼动好哦，在一道咯，准备开始，1、2、3，后退，前进，转，前，手背后面，1、2、3，后退，前进，转，前，手背后面，3、2、3，后退，前进，转，前，手背后面，4、2、3，后退，前进，转，前，手背后面，非常好。接下来，俺也得要加快速度咯，准备哦，5、6，开始，1、2、3，后退，前进，转，前，飞，张，4、2、3，后退，前进，转，前，飞，张，3、2、3，后退，前进，转，前，飞，张，4、2、3，后退，前进，转，前，飞，张，非常好，大家表现得大家表现得主动好，俺也得将来练习100，准备哦，开始，1、2、3，后退，前进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，后退，前进，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，后退，前进，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，后退，前進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接下來，俺哋就愛來配音樂來練習一下哦。準備啦！5、6，開始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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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一道哦。準備啊！5、6，開始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保持呼吸哦。非常好，站好一邊哦。準備5、6，開始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，大家表現得動好哦。今本日呢，俺哋會追步左右追步，就係俺哋今本日準備新的課程，希望大家多練習。今本日就到呀，按姿勢，什麼大家？